那么，中共对台湾行径如此嚣张跋扈，或许以为台湾人都贪财怕死，认为贪财者可以利诱，怕死者可以威胁，所以不把台湾看在眼里。所以今天我宣布将捐出30亿新台币，大约1亿美元，来协助加强国防，并希望唤醒台湾人不贪财不怕死，为维护自由、民主、人权而起来战斗。中共的心态和本质就是地痞流氓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仿冒成国家形式的黑社会组织。今天正常的文明国家推崇的是人权、法治、民主、自由，像中共这样的仿冒国家，崇拜的却是集权、欺骗、仇恨、暴力。台湾电子业半导体业历经过许多的国际情势的动荡等等，其实都可以应付过来因为我们的经营的灵活跟弹性都很大。